係啊，各位聽眾，各在歡迎人到嚟收聽別人學見嘅節目。即係禮拜六學完後尾無會啊，你幫佢經濟聲，無類聲但後尾無會去啊！你學完後尾，變做阿茫茫嘅喊天啊！我正襟會就是無去啊，嗱對啊，係啦，我點垃圾嘅，我點垃圾切啊，點垃圾呢？使 OK，會俾下你叫雪。叫冇啊，無俾叫衰，我就20塊一個月只俾學你 subscription 都無類啊，大 game 啊！咁你隨看咪 sponsor， 唔特別個無你食攞嘅人 sponsor 哇。係咯。OK， 這個禮拜咧嚟講台灣特別嘉賓咧，就是老趙，是毛毛菇歡迎。Hello。毛毛菇了個有講個有老椒半鹹甜歡迎 Hello， 半鹹甜了個有就是講老條正就是喺度是在見在氹隻鬼個了英國中歡迎 Hello， 大家好。了個哇！你看我解釋啊，然後你看邊個英國中啊？我這邊無會啊，解釋啊，然後解殘。特別我有一個食嘅，我講條我一個食成 deep top 嘅食。我看到這食是上到 deep top，我上到 deep top 嘅食，唔是？這個嚇，這個係咪是 TikTok 啊？restaurant TikTok 呀 app 啊 ，TikTok app 啊。唔是 TikTok 啦，TikTok 不如 TikTok 嘅啦，不如 TikTok 嘅 TikTok。TikTok 嘛，名字咩意思啊？安公頭整啊。喂，個聲係大佬 Kitty 啊。TikTok 羅經。Cantonment Road，Burma Road， Cantonment Road 定 Burma Road。嚇。係啊，係 burning 嘅 place 嘛。要 waterfall 頭整。依個 cake 上好食，依個 curry pop 上好食。แล้ว依樣做 milkshake，我第一個是 milkshake。係你特別黑邊嘅物件無經濟咯 ，sorry 嚇，唔使講。แล้วก็ก็จังก็ต้อง看ก็camera 人49 producer 49大家好，49です。49當晚都睇幫曬啊？無啊，我困啲。我都睇了。哦。喺外面瞓。你困者啦？你使當然唔使困咩？你唔使你去酸啊？你看啊，毛毛菇就夠酸。我誒邊個有？邊個是入面？等陣考一看，邊個入面？啊，邊個入面？劍頭。唔對。箭頭。尖頭。尖頭。啊，對啊。唔是尖頭，尖頭。尖小尖嘅尖。尖頭。啊，尖頭。就整個小尖嘅尖。尖嚇，尖頭。不是咧，佢叫咩？草啊。草上面話來。唔知啊，我唔知。啲厝人講啦。不是。唔知不是特別講嘅草咩？草是笨豆不熟。啊。草是尖頭咪是細嘅嚟做草。尖藍尖，唔是叫蒲藍兩個尖。啊，蒲尖未使，蒲尖未使。啊，蒲尖未使。你嘅嚟蒲嘅嚟諗啊。你攬住蒲嘛。諗嘅蒲，諗 actually 嘅蒲同蒲清茶咯。藍是黑，蒲是 carry。調換。OK，แล้วก็จะได้บูเซียวเอง比賽講。Hello。แล้ว of course 人嘅出名毛毛菇哦。叫佢咧嘛。แล้ว特別我講下，แล้วก็บูเซียวเอง嘅鹹水甜，可能鹹水甜已經困呀。不知啊。鹹水甜困呀。點冇彈過咧？彈呢？OK， 嚟講，即係禮拜咧，話題是我咪講
食生，就是讲人去食物件的时候，安怎食甲像啊经济物件啦，你会使讲食做像个去像个食炒米粉、经济米粉啊，阿无就是做家己出来煮。แล้วปั่นกีเนี่ยเบกุยนะหังมีกี่ตัวจิว่าแล้วก็好食啦嚇，冇好食咩食嘅？第一生是食飯店嘅咯，食飯店生啊？真係生。食飯你是食安尼食經濟飯？沙洲啲 Cantonment Road， Cantonment Road แบบว่า Kelawai Road 誒邊沙洲是飯店嚟，但係擺話嘛。我去個我係嚟嘛，去照定嘅Cross from Maybank 對面。伊講伊有被食這嘅菜本了，還是我那邊食這菜嘅？我知 Cantonment Road 有隻菜經咧？伊叫我也是，但係未食這是係一件。Oh yeah，how can I forget？但沙洲嘅真係隻三倍嘅，然後真係飯魚本嘅，飯魚嘅。你學你一半嘅飯，然後你經後面三倍，然後食，比如一人啊，較少嘅5塊啊，我想，係你點先啦？我哋接受我呢只貴咯，兩塊3塊。你係這特別你會食較啲小飯啊，你會食較這物件你食較飽。แล้ว我 OK 攞經濟是淡薄貴啊，你經濟會講我經濟物件，嗰個便宜過咧呢，不是經濟米粉。炒米粉，哇，食炒米粉，我真係食㗎，炒米粉，炒米。經濟米粉同你一包4本2塊半啊！冇啦。點解我食5撥4撥5撥？誒，今年保險啲冇咧，當然冇喺你嘅錢啦，冇塊半，冇塊8冇咧。乜都6塊半，只落當係 market 炸起嘅。You go and try。當然人講要起嘅，但係本對條起。冇啦，換落學啦，乜都6塊半，你貴。你等陣攞個半有攞個半有係咪料入面講啊？要地價機。本是如果地價機話，我啦冇地價機啊。貴那機呢啦，細機呢啦，攞晒機啊咧，安尼咯。地價機是迄個單咧，嘅去加嘅去煎甜地價機啊。雪咧下邊。甜地價機，我要看一間知唔知？400啊！佢只係貴事啊！我要知 ，because 看咧少年嘅人唔知有 still 會曉地價機，阿咪咪是少年個人個了，對少年是伊啊定。對少年是伊啊，把21歲嘅。嗰啲依家減少啲快會啊！冇啦，我實就跑會啊 ，OK。減水啲係波減啲，你講。波減啲。波減啲，哎呀，jeruk啦。jeruk 是鹽水啲嗰啲哦。jeruk 是鹽水啲，當然鹽水啲要到這邊你知哦，你鹽水啲是到正啦。你講是波減啲是正啊，波減啲正下啦。哎呦！你幹嘛笑？頂到我就是未記，頂到我就是未曉啦，頂到是。波減啲是正嚟。波減啲正，減水啲是減水啲。那減水啲就肉。OK， 等陣我俾妹400搞，所以400搞你甲我講，你在波減唔是？你在地價機後，幾難行款誒？你講下。你在地價機無？嚇，怎無想地價機？幾難行？我講地價機，你想到係怎種係地價機？等陣啊，地價機是伊個bamboo shoot 啦，是啊，哦，就啊，是蝦米位？
呢個機是豆皮來，豆皮了，伊人切起來了，伊會炒還是伊會殺伊是蝦米？腐竹本是啊，แล้ว伊豆機，地格機咯，地格機的，人叫地格機咯。豆機是腐竹啊，是啊。地格機其實是迪亞啦，咱是迪亞機，迪格機，咱叫迪格機。阿基阿成個見哪阿迪驚機啊，所以迪亞機，你講迪亞機，你想到是係咪咧？當然你知係係咪嘛？你講咩豆機，唔是鋪機啊？哪種就係咩？一個較高齡嘅，等一個較浸滴水較軟嘅，是唔是？啊？冇錢嘅，但係軟嘅。對，特別要在哪咧？要你會配，伊一個是較貴的嘛？是看你按照煮呢，是看你按照煮呢。特別 actually 這個機是地格機。地格機有garing嘅 ，because 係你是你煎嘅，แล้วก็有殺嘅，แล้ว煮嘅是較軟嘅啦，冇garing嘅啦。特別你係佢了是大garing，特別是你煮落去啊，你係個 sauce 一定要軟嘅。特別好，特別你地個機好，有地個機是算做無人本是飯機，本來地個機，地個機是特別當機我唔知啦，特別頂到嘅時候，地個機是你我知是有兩種地個機，普通啦，一種就是伊是你煮一種是 good 是安面啦，我講聽你我出來。我朋友有開地亞機嘅廠嘅，然後到底等住門下邊，所以伊嘅地亞機是你煮普通嘅，咪是嘅倒水來煮咯，倒水來煮，了伊嘅頂面咪是一隻大鼎係嘛，了伊頂面咪是放一個殼咯，伊成個打起來咯，嚇，一皮對，了你要做成個迄個豆皮啊，你要人包唔是包成你包。你叫咩？攞掉嚇，攞白嘅皮，攞白嘅皮咪是用地亞機，係你是壓起來，你壓起來，你掉起來，整係咪變豆皮咯？係你較薄，然後你豆地亞機咧，你是夾伊 Q 來，淡薄搖咧，是你個掉伊，係你就變到地亞機咗。然後伊春個伊杯啊，曉伊捲個真係結啊，曉到底點會一地白骨骨嘅，黑一地就是迄個食甜嘅地家機，就是個嚟加嚇，你話腐竹，以前腐竹嘅啦是腐竹，嘅啦你講話叫腐竹嘅啦，乜是腐竹啊？我嘅啦乜叫嚇，腐竹就是嚇，了上個月 DSC 叫，會叫腐衣啊。腐衣唔是啊，腐衣是即個，腐衣是即個叫咩啊？豆珠啦，叫腐竹，嚇，豆珠啊叫腐竹嘅。你家機啊，我你 sheet 誒，有個是 roll 起來嘅咋，你看到？啊，對，有呢個拍格嘅咧，即係拍格咧。嚇，然後是有個是一個一成快樂，然後一個啊。你是豆皮，你是最你嘅嚟做菜，做即係食菜啊嘅，還是包蘿蔔？冇，腐皮。加冷過台灣，你成個嚟啊！豬肉豆，特別要煎過啦。對，嚇，嗰隻快樂 pastry 都就係快樂。嚇，就係。整條嚟啊嘛對。款式呢，我唔知喺台灣有人做嘅。你咪是成，你是成啊嘢咧，本是豆媽學你看咧豆皮嘅嚟煮哦。我攞嚟要做即嚇。你煎啊，你去煎啊。我叫下你是做蘿蔔嘅，我做蘿蔔嘅，做白煎。做蘿蔔本上，你叫你做蘿蔔嘅夾菜燒鴨，夾菜鴨，你講下兩做。係你就是用到豆珠啦。你諗啲我用 marinade 我做我係牛羊膶
淡薄鵝醬鵝啊，按照講我鵝醬，豆油，豆油，唔是鵝豆，我有係我哋鵝醬，醬啦，醬醬，black bean 啊，豆豉嚇，哦，醬是豆豉係咪，bean 椒？ black bean paste，oyster，我油，嚇，我油嚇， oyster sauce，แล้ว鵝豆油醬青，鵝羊粉，แล้ว淡薄誒白，鵝腸粉，誒，你แล้ว我冇南面。你冇係我香粉啊，冇俾胡椒嘅啊？嚇，你冇係豆我豬啊？冇講，我冇講我有，因為我冇食過，因為我冇食過。哦，不是加豆豬味豆豬，我冇係。冇食豆豬。我冇係學油嘅，我是跟係豆豬我香粉加學住粉加我豆油。我豆油都有油。แล้ว醬青啊，淡薄醬青。แล้ว我本是我食過唔是豆豆油，係醬青。醬青，แล้ว我個食過shit。你食個 shit 啊？我抹油，哦，所以我係抹油。แล้ววันลามีแล้วลามีกุยนาจำเจงแล้วสิว่าจิ起來แล้วเจนแล้วเช็ดเนาะ你都知係煎呢度咖喱油，你仲有好食แล้ว我記住我講條浪乜都佢成日會做佢哋事啊，特別你煎呢嚇，你往卡子我做時我卡子入去，你使掉入去吹先咯，吹哦，當成去吹哦，你入去，我成日看只要。薄伊個落伊個料啊嚇，擠起來一地，然後咧嚇成日快樂，人哋講快樂多呢，然後也去吹，伊就看女咯，伊冇得定咯，then 一吹了嘅時，吹了嘅時候，你夾起來你散，所以我係特別係一支哩骨啊，是 skill 啊，解簽了，所以伊被 puff 碰起來嘅啊，你煎嘅時，特別你煎嘅時一碰淡薄咧，伊哩骨陣時走住去南洋時，咁食個老去。你差咩？你根本食去，你冇驚尖咗你會咬啊？我驚啊！我冇想到啊，當時。特別你那時我買。OK，但我能講佢嘅，佢講佢嘅咧。但我聽到我講，等陣我 recording stop 佢哦。แล้ว所以當我唔會 continue 啊 ，ABC stop 啊。我攞個亂講 stop 嘅時候。OK 啦，所以就是我咪講啦。OK，你出邊你會就太少啊！是你播一料呢？我煎呢啲料，所以你煎呢轉我點整了，伊就自己女了，所以我對，明白。我都唔使佢吹。OK，所以你時間煎入邊你配本是。你配你聽，你其實伊被成啊！伊頭先伊都無個決定啊，伊是淡薄女伊就被女淡薄，因為你被指呢，伊若是無夠女啦，指伊是就別了。特別你指伊被暖係啦，你指面暖點指被暖啦，伊就指鼻咯。伊被蝦米暖，我唔使簽伊，特別我簽你時我唔使簽，你簽你被碰起來啊！呢啲橋要碰啊！你用你嘅隻字去頂啊，字落咯。我頭發現我是特別是豆豬冇實，我伊鼻冇上曉。我都用白。我冇關係隻豆豬，所以我冇係咪？我正式你要用是用硬嘅豆豬做嘅。對，特別若是冇嚟講平常嘅豆豬冇，我只是嗰隻豆豬嘅。我不是。Really？我冇關係，只配麥嚇，配麥。啊，時間係炒菜滿就好似啊，只烹。炒更工啊，白飲本會生。我未得閒，伊be is too chinky for me。伊成日炒皮坑啊！誒，仲你又見攞硬者嚇，你又見攞加杜白啦。喲嚇！有啲入去煎 ，Oh my God！ 哇啦好咧！你想去試時你嘅炒面就落去吹嚇，一種你三針吧。林魯杜吧，嚇！林珠包，
梅菜扣肉呀。伊是南珠叫南珠吧，南珠吧。南珠吧？誒，我唔係聽過台灣。伊是要硬硬，安尼可能伊吧，了伊個有，伊個有豆珠嘅味。紅燒肉呀？唔是紅燒肉，個無像喎。紅燒肉無像。你就硬係只硬嘅吧？等陣，你會記，你即係佢你知迄個叫做一個食點心嘅時，還是食咧未包嘅單時，因為一個三層白嘅包嘅。四格包啊！四格形嘅，你諗面第三層白嘅。Oh my god！喺呢度叫林珠包，呢個三層包，你 imagine 啊嚇，你嘅你豆珠硬豆珠啊嚇，你嘅去試做可以。但你係白行碗啊，頂你使係隻豆油嘅時就稱係咩事？然後特別有啲，哎呦，住嚟啊！阿咪有，係咪先啊 ？I think 是，未使講啊！哎呦，我 mute。啊 ，OK， 我 mute 呀。哇，多聲，唔知啊。แล้ว伊個白，你想下，你 imagine 你而來豆珠而來洗吧，所以แล้ว你白而來吹是煎啊？吹本會，煎本會咗。嚇，煎個較香咯，煎個較香咯。煎個較香。你做包，你嘅做包就是吹咯。吹盤啊，做包就是吹。你來買一波咁正，較好食。你水勁正哦，你食啥啊？嚇，新 recipe。嚇，嚟，林珠包吹杯，唔是林珠包，林珠吧。好本嚟，使啊 ，OK。dedicate for 即係包咁啲。其實我唔知係咪嚟。OK。Half salty, half sweet. Ask me to do this. OK， แล้วว่ามันกูเลยลูกกงลูจูบัด做嘅 recipe 啦，到底你 blind the kitchen 嘅 recipe， 第一版嘅 recipe 係咩？第一版嘅啊，炒青菜咯，是第一版嘅咯。安怎炒？炒青菜嗱，like example， 我去買沙威咯，沙威是白音咩啊？冇沙威是菜線，白音是 spinach， 白音是海菜，沙威是菜線，沙威是菜線，白音是海菜，乾公是 water spinach， spinach 下掉。Water convolvulus。Water morning glory 啊。Water morning glory 本嚇。乾公咪是加白魚啊，定沙威？乾公有半哦，裝是雞西料豉嘅，個裝是鮮滑嘅。係咪雞西料咁咩？雞西料豉嘅，雞西料滑嘅，然後個另外一個是滑嘅是做係你乾邊啊，浪膠嘅邊嘅，可能是浪膠邊。但係 actually 有 parasite 咋，你掉豬。係咯，誒只Asian 嘅店，I mean 比較嘅店未使賣啦。because 伊水啊，伊個垃圾嘅水嘅咧就起嘅咧。是，對。但係白魚嘛齊。俾我驚叫啊！咁好食喎，呢日是差10萬好了喎。應該，哎呦，個仔亂啊10萬辣醬。誒，Luis，當學考呀，就是亂嘅。唔知喎。未使講啊，你咪特別 mute 掉你，特別未 mute 嘅 mute 咩？未必 mute，我 mute 唔係嘅，真亂。OK 嚟。OK，第一間餐廳佢話買一百一塊錢呀，所以我都清炒加咖喱，可佢使食兩頓了咯，但係 is a cheapest recipe 咯。你當緊買菜啊？你講到這啊菜差？我買菜 normally 我同我若是去外口買菜啦，我買蒜、豬白雞啦嚇，加魚。
我今日俾菜啦 for 1 week，煮差唔多3人食 for 5日啊，好似12塊。哦，哇，朋友，yes， 12啦。然後嚟買杜巴，你就愛找你鹹嘅咯，你白意嘅咯，所以one thing以後你杜巴是較水嘅咯，所以是 standard price 咯，杜巴當然是1 kilo 18塊，冇上所以1 kilo 冇上八冇上價錢啦，冇上啊，當然較濟是上了嘅。OK，嚇，แล้ว1 kilo 嘅杜巴，你就會使而且要用 Bluetooth 當只得多聲啊，係嘛？啊，當然 OK 啊，啊，多聲，應該仲要用舌頭，我用 Bluetooth 特別亂聽就多聲啊。聽，伊唔是只大聲，伊只刷只唰呢，嚇，就係阿妹嘅聲。啊，當然 OK 啊，奇怪，唔知啊，總之我只 directly phone 掉到去啊。嚇 OK OK。แล้วโอเคว่าไม่มีรู้ก็บาง經濟แต่ว่า想話一個經濟到處住嘅物件經濟呢就是大粒倉咱個煮食飯啦食飯菜啦大粒倉叉咧是很軟咯去嚇，對，你是食咗長頭嫩，長頭嫩，長頭嫩對但兩當然長頭是便宜咯，伊本是對嘛個行嘅嘛，1 kilo 3千是9.9，到3塊9 RM， แล้ว雞嫩一粒差唔多就愛5塊了啊。雞嫩5塊是貴啊，是便宜。都荷灣人是貴咧，當然荷灣人是貴啊。normally 是30鐳，30 cents。3塊。3塊啦，3塊對嚇，แล้ว甚至當然去5塊嚟講4塊，所以你愛用幾粒鐳呢？冇可能用4粒鐳呢。攞3粒冇法子。用4粒鐳。呀，因為你3 4粒你就2塊了嘛，2塊呢個價錢長頭鐳，後你計5塊啊，2塊半。我是個煮菜包鐳。菜包鐳100 gram 差唔多塊2，所以你計嘅4粒鐳，你我係鐳安尼濟，係淡薄大椒粉。耶，係個，妖，你份做成個蚵煎嘅呢？哦，你蚵煎。係啦。飲咩啊？生鐳嘛。特別冇，而家隻人咧煮嘅咩？冇啦，成講隻人煮嘅。有人係大椒粉呢。哦，我唔知佢哋巴海人食啦。哇！佢真係調查嘅，巴海人講食梅第一聲，嚇食梅配胡椒。係咯。啊，誒，當年豆珠個朋友，豆珠朋友個。豆珠靠3一罐。誒，你計搞呢？你計字，你 price is right 誒，你胡椒你唔要俾鹹菜啊？你唔要俾鹹菜啊？鹹菜一包吧，你一幾那半呢？買鹹菜冇啊，鹹菜1 kilo 差唔多9塊錢啊，แล้ว你9塊錢你計煮過咧？炒過係蒜頭嚟嘛？呀，蒜頭1 kilo 3塊9。我計搞就都係計字。唔係咧，1 kilo 啦，你切一個1 kilo 3塊9，1 kilo 3塊9，我是講哦，咪買1 kilo 嘛？你豆珠是一罐嘅，你是買一罐嘅啊？豆珠？胡椒？買一罐啊，有冇咗啊？麻辣誒嚇，麻辣誒，講試試誒。豆珠冇買，唔是冇買安得罐嘅咩？佢了達到罐嘅唔是啊？唔知哦，我想水地。冇啊，講玻璃罐嘅。OK，玻璃罐。แล้วก็西式菜嘛是便宜。西式菜啊，西式菜是上加撈啊！你看你紅色嚟。唔是，四川菜是叫做榨菜。係咯，叫榨菜啊！我叫西式菜喎。特菜冇西式菜，冇西式菜是多啲鮮嘅隻梅是只係garing嘅，像人隻菜心是菜心啊。西式菜是菜心啊，是咪菜心啊？有人叫西式菜，有人叫嗰啲紫米菜心啊，罐頭啊，一個罐咧。罐頭嚇。罐頭 ，OK，我知啦嚇，迄個是罐頭葉，係夾票 ，Pigeon brand。你有做，我係你見這半大豆餅啊，係你天津嘅菜，也嚟煮白，也嚟吹白。天津係咩啊？
天津是一位啊，天津 preserve vegetable 都知啊。嘛當菜啦，嗰啲叫啊，冬菜，當菜冬啊，菜啊，冬菜，叶冬菜啊一路吹嚟板嘢咧，吹巴錯，鹹鴨女吹巴錯，鹹糊吹巴我今晚錯，就冇啦。啊，你知無？我人古早就讀印度讀冊啦，印度那邊有一個伊個canteen位賣烤幾幾年嘛，未買啊？伊個經濟飯，唔是賣每飯啊，經濟飯兩項菜烤幾幾年，三項菜唔無兩塊呢，片也無片，伊個菜吼是迄個green leaf lettuce 哦。我 suspect 啊，伊是人派啊，無咪水定外口啊，安尼伊個來 Q free 啊，伊來炒互咱食啦。玻璃生菜啊？伊是係你蚵仔菜，蚵仔菜，是唔是蚵仔菜？蚵仔菜，蚵仔菜，蚵仔菜，對對蚵對，仔蚵仔菜。玻璃生菜點？喂，等陣，蚵仔菜加蚵仔菜是你不能晒嘅菜。啊。了，你玻璃生菜嘅喎就玻璃生菜是圓嘅話，你叫做成個人嘅平時嘅 romaine，唔是 romaine，iceberg lettuce 啊 ，iceberg lettuce 叫做咩啊？學嘅話，玻璃菜啊，玻璃菜啊，玻璃菜，我諗玻璃菜是玻璃菜，唔是玻璃啊，玻璃，玻璃菜，玻璃，唔是玻璃，唔是 cabbage，玻璃菜是 cabbage，玻璃 glass，玻璃菜啊，叫玻璃菜。玻璃 OK， 所以唔是玻璃啊，成個 glass 啊，玻璃。German，你在玻璃上面哦 glass 啊？你唔冇聽過玻璃啊？冇帶慣用玻璃做嘅啊，玻璃。你啷個繼續講啊？รู้啊。冇啊，我睇啦。哦，你看這四百九嘅台灣愛困一層嘢喎，因為條嘢，伊摸嘅正有都話嘅教你摸，我淡薄啦。嗱，你看教頭摸是燒嘅一百一件好冇估。係咯，嚟擦。喺 interview 嘅時候，嗱我頭摸是 sponsored by 之類四百九。哎呦，了 OK， 講到對於經濟主物件，雖然我算經濟本嚟就是經濟人講過嘅炒米粉、杜卡、高麗菜、罐頭嘅杜卡，你紅燒吧，咩使？紅燒肉咩使？Actually 啊，我做咩啊？你煮下你物件，你會使食飯啦，食啊，講下你凍菜㗎。爸入嚟吹啊！你食飯啊，你個春林波啊 ，next day 都使入嚟食梅咋 for breakfast。然後你使殺一隻嚟鹹女啦，是鹹女咧，鹹女咪貴啊，當然。鹹女只粒切半。特別你在唔是鹹女，唔是講本地經濟飯，你知道？鹹女是你一鹹女別食濟啊，變做經濟。係咯，是咯，你食淡薄呢，呢度味素啊嘛。你係每個咧追嘅了嘅，有都係淡薄呢，都食濟啊，就個係咪經濟啦？個係咪經濟？pasta 經濟咩？你 pasta 貴哦。都未到未。pasta 一包啊，那是都的，这个一包是 for 煮攞到差唔多4塊一包 ，then 我是 normally 有這個哦，那個。個類啊，那個本這個較貴淡薄。pasta 好嘅啦，那個荷蘭你睇咱食麥基尼了咯。我見這咯。這什麼？哇，那好靚啊！那什麼主力？差唔多。Nice。6塊。你 vegetarian 啊咩你？冇啊，我有食肉，但係肉貴啊。哦，你生啦。你愛經濟嗎？生。若是講第一些，我是一包嘅肉丁加5粒牛哦。一包肉丁，你5粒一粒牛啊？
无上个下晡段，我是食一包的，或者四包的甲煎卵啦，5粒上。係咪？你 scramble 5粒嘅卵啊？啊 ，then 食一包一包下晡段爾。特別你一餐只5粒卵啊！啊，哇，好 cocky 啦！搞了，一餐只1粒卵。你知唔知我按古仔吼做intern時候無累食物件嘛？intern 食古仔食飯錢嘛？所以吼伊按照生就無伊煮 pasta 就無，你係迄個底飯錢 pasta sauce 罐頭罐呀ragu啊，吼，然後伊壓加上擺伊個 pasta 磅啊吼 double 嘅菜，然後一道煮呢就無，一道煮吼食5日。哦，哇！一磅啊，一大波是晒的嘛，所以咕嚕咧嚇，即係大波喺裏邊係先煮，你咪就係去公司是搭架車搭去，你嘅嘢冰咪過喺公司，你亦同事講嚇，你嗰隻食巴沙，你spaghetti 啊？哈，我在去食 spaghetti。哦，我想到了，我想起我做 intern 的時候食咩？嚇，食咩？你知啊 ，potato 啊。啊。potato 你買一粒，然後你到 office 嘅位啊，你 normally microwave 冇 bake potato 嘅 setting 嘅嘛。嚇。係咯，係 flexible。自己食出嚟 potato。大隻食 potato 啦。冇大隻啦，往前嘅話啊，冇咩嘢potato 嘅，就 bake potato。停掉啦，有蝦米嘅停到停掉啦。我當時我唔是做 intern 嘅時候，我當劍啊，當劍冇啊，當 work from home 啊，就後面啊，大隻同志啊。我到啲 office 時呢，我是不到要好，我當時做工，我嗰陣時到，那時我到 office 食咧，我是有那做那食到啲 computer，所以我到當時我到夾卵咯，那時我冇厝冇 prepare 好時，我就夾青卵去做工咯。然後時去做工，然後我夾去殺嗰啲卵嗰啲 steamer 啊，呢喺度係直接入喺度定面，因為一開 steamer 咧是 steam 嘅卵啊。Posh 卵啊。啊，steamer 咯，意思。你是 hard boil 啊，係咪？啊 ，hard boil。hard boil 啊。佢 favorite 嚟嘛，你自然嚟。對。我食卵。我就食卵，係你哋應嘅咯 office 啊，我夾。我係到啲 office 佢人入嚟啦，冇嘅只係時我就殺攞粒三粒只。你是你標啊？你睇你知道到啲位啲是只係呢？我冇辦做佢呢邊嘅，特別唔是到 office 啦 ，traveling 嘅時候。travel 是有當時我想去 hotel 嘅 hotel breakfast 啊，我是你冇點食食啊好，你頭日佢人入殺女啊好。啊，你係時過嚟標，點解我去一間 hotel 係？伊個 breakfast 嘅了啊，伊唔是成日講 fresh，就做一下到啲一 tray 後你開起來食，你看伊個 chafing dish 就，伊是一包 sandwich 啊，伊下到啲一 bag 位咧，你頭夾伊 sandwich 話伊 label 咧燒好嚟啊，你下只佢 microwave 後尾叫你大幾號啊，你做咯，然後你知我當時唔是當時，你知我綁實嘛，然後你知我俾佢學。你真係憑實嘛人，唔是人嘅話，然後唔是講憑實啦，你學啲學類啊，你 breakfast，然後我咪了咪是有憑實看，我咪去 airport 嘛，我咪去 airport 嘛，然後我到一頭，我食啦 breakfast 後，我個夾佢攞晒，上面就真係就夾佢攞頂房機嘅，喺度點啊？你自己嚟做啊，你自己。咁樣嚟問你啊？因為hotel 嘅了嘛是債啊，伊人 cater for that，然後伊人拍水啊，你看你勤快嘅了嘅啊，有啦，大人本做你看你哦，是你有做，你有卡頭尾做呀，冇成個白人啊，虧，我是做，我是不過 rasa 只隻 bad 本特別我特別忙殺嘅款啦，因為我有啲食咧 breakfast 嘛。
แล้ว特別我看我覺得哦，這 sandwich 冇好食，這營養嘛，伊成日裡面 egg sandwich 啊，伊成煎隻 omelette 了，伊個隻係English muffin 了，伊包到啲隻 plastic bag 位，所以你去到你冇 heat up，你唔會食你物件，你知啊？所以我咪是輕輕到啲位 bag 咯，แล้ว去樓頂，去到我hotel room 到啲後啲食 breakfast，去到 back 掉時。佢哋我 flight cancel， 哎呦，不要緊啦，所以你有物件食，哇，就不要緊嘛。แล้ว flight cancel，我佢บังสัต我講兩條，我就想我就บังสัตเลยแล้ว唔是啊บังสัต actually 是搞，แล้ว我就細聲嘛，我就是我就下接去，我係成都咯，係三粒，แล้ว我個嘢成日見招啊，簽啊。三粒，我一粒我硬一粒嘛，แล้ว一粒 spare，แล้วสิ我咪是三粒落地，我就係去成都咯，แล้ว我見招後面我係去成都，我就話咩事咩去嘅咯，我就，แล้ว我啲 cancel แล้ว我啲 postpone 直接我就俾夾到喺學校直接了，所以我就去啊，是我就冇咩嘅，係是就係講我 delay 啊嘛，我係 flight，伊是 delay 啦 ，actually 伊唔是 cancel 我係 flight 是 delay，伊 delay 啊，我係 connecting flight already miss 去啊，就咪就當我係背時，你伊冇把隻背機啊，所以咪就當我去嘅下邊時我冇背機對 cancel 啲啊嘛，所以我一頭當做是 cancel 去咯，然後我就 already 在學校嘅一邊啊，然後我係 credit card 係伊有成日嚟學就 flight cancellation 還是 delay protection 嘅嘛，然後我去食咧去食 lunch 咯，然後我是希望啦，我唔知啦是，我去食 lunch 我去咧，我是到啲 Charleston 啊，去 Charleston 嘅當後邊食咧，我食lobster roll 就係我叫，我講我冇尋啊，我食哇 because 呢隻係你啊，我冇 expect 嘅，即係我佢就做工唔叫我呢條 cancel 就特冇行喺度啊嘛。然後我就食 lobster roll，佢食 oyster 咋，然後阿妹時候佢食 steak， 哇，去 steak house 食 steak 都就係，特別我冇講是bằng實緊做啦，我是我甲我硬羅人我叫。伊 steak 一個食，伊 H 誒 steak 就食。當然每路噻，如果辦法是 stubborn 啊，計減少。冇辦法是成個 cheapskate， 嚇 cheapskate。bằng sắt hoàn na hoài mà hiểu bằng sắt bằng sắt I thought she stubborn 啊bằng sắt係嚟 picky 嘅人冇啦bằng sắt 我諗講話bằng sắt 就是淡薄即 cheapskate 啦bằng sắt 是淡薄 cheapskate 淡薄冇 class 對上個我用過仲有bằng sắt誒特別呢隻bằng sắt 你看咧 cheapskate แล้วรู้สึก淡薄你淡薄等陣bằng sắt 即係meaning 可能話是 bastard 啊是咯asshole 冇啦特別人用是冇相啦bằng sắt 是超寬啊那麼超寬就叫bằng sắt 超寬一個是ทำพีเนี่ยว่าพี่ลอง講รู้ใจอ่ะMalaysia Hall ที่ London สี่ก็แล้วมาเลเซีย學生啊冇類去湖邊食啊所以รู้กับ佢想啦湖邊是冇加下咪 atas 嘅位啦冇加下咪係 atas 本啊伊冇話中國 jeep รู้下咪是冇伊去湖邊啊伊可能清醒啦個地殼個前拖交入咪你先交入bằng sắt啊因看到伊個冇可以接啊你看到伊個冇可以接喎伊老母路交入還係bằng sắt了有想還係bằng sắt了bằng sắt還係食唔好嘅啊係呢隻臭你就係叻人嘅話啲學嘅anyway แล้ว我บังสัตก็บ่即是福建嘅บังสัต啦แล้ว我就去 steak house 去食 steak house because 我住嗰邊特別我讀伊 policy 本伊講你 normal 嘅 meal 樣嘅 cover 嘅但是講你食啉 alcohol 係 because 我就 submit 我嘅 receipt 嘛我 claim 我 insurance 是啊แล้ว我 claim 我 so 我 by the time แล้ว尋我 hotel extra night hotel 嚇我 claim 我 insurance 啊彈到啲嚟嘅แล้ว上面係貴節期嚇
since 我 flight delay 㗎，教我對厝我 on the airport meal 㗎了是特別 airport 我冇食到 because 我去ทั้งขี่ lounge 本是 credit card 嚟啊วาง晒หลัง啊แล้วขี่ไว้เลยon the way 對嘅時間了 free 嘅了啊唔知 I think total 時候尋 hotel 尋位 meal 嘅了是差唔多會500塊400幾塊哇特別唔要緊嘅不過我 benefit 嘛我 credit card 嘅 benefit 特別係你殺入到邊啊殺落對走嘅啦嘛就特別 actually 我特啲飛機我 next day 我特啲飛機會食and then 我 before 我去我個這網上就是我去到伊個 airport 了後我特別時呢我特別去 scope 看伊個 lounge 有好勢伊 airport 嘅 lounge 去搶然後我去 check 一時伊 lounge 新嘅，你就要把你個伊 New Wing 呀，伊 airport 把你個 key 新，然後 New Wing 啲 Charleston 嚟啊，新嘅 lounge 就哇，計好勢呢！我未記啊 ，Bruce 嗰個頭都就係我接嘅人，是特別接到咧 get 入明了，伊就去買咧個啤啊嚇，我就當份食喂咧，我都叫 sandwich 咯，了特別。去到到啲飛機點去照來時，你去買個幣，แล้ว我叫我 sandwich 就阿未食過，我去吹喂你 app 看看，哇，lounge 我 free 啊，ทั้ง期啊，很死期，哇，咪個梗係好正啊，索個料，有個 WiFi 啦，伊有成部成 sandwiches 啦，แล้ว有 pasta 啦，有 soup 啦，有成 roti dessert 啦，伊 pasta 個成 pasta 好pasta salad 就真係好食，伊成個你 Italian 嘅人 cheese 嘅了個你 salami 係咪嘅啦，差唔多嘅好食。誒，冇上嘅 drinks 咯，啊，個 Bruce 講，哎呦，你看，啊，你借伊個果啤冇上款嘅果啤啊，伊個嘢生度嘅蘇打嘅了，你冇上嘅soft drinks 嘅了，你知哦？我計歡喜呢，你唔知啊，成個掉白表呢，你變到。delay 不要緊啊！這是網殺。誒，是網殺是唔是網殺咧？那是你安尼講，你安尼講是網殺是。free 物件我講歡喜嘅咯。我是個大啲 hotel 啦，我是個伊人做大嘅 breakfast 嘅 breakfast 啊，你食 breakfast 是啊，伊人若是有隻 buffet 啊，我哋是個是係咪你知無？伊人何路沙誒內定那邊呢？塞喺你定入邊啊，轉咗旁邊咯，你三四日你轉咗你地啊喎，我當時好夾仔能冇，好夾仔我走嘅時一無錢嘅冇係地啊，冇一隨騰嘅了，我係成個你想你好似大粒，我想你大林趴，哇！只看大林趴，我靠真一快嘛，所以你係三四粒你都未靠着啊嘛，你看，然後我知你那邊我係地啊，我真係說我是個食定類嘅嘛，應該點你是食伊是殺，伊是伊有皮有貼了未？冇貼皮，冇貼啦，冇貼皮較應嘅。淡咧喺條邊度看乜誒，แล้วอีแหลมเดียวกันแล้วด้วยไอ้ด้วย冇貼皮較清氣本啊，較清氣。貼皮就冇幾厲害。แล้ว我唔使飲，我唔使照清，係咪我會食嘅哦？定類。你使飲你上本食嘢啦，鹹食唔是叫烤骨咩？唔是，烤骨是法師，烤骨是 obsessive and fussy。法師條烤骨。成個話呢啲特別我係照看呢，我真係烤骨，我冇愛人嚟自己煮啲物件，點解？烤骨是只片呢嚇，只片，炒片。我對你後邊啊，我翹起來你係頭姜，你係聽馬㗎了，你係前視㗎，你係錄我翹起來。哇！特別一個學毛毛菇煮隻哦。起厝哇！哈，冇伊 assistant 伊 sous chef 到啲後尾倒橋，已經係正即係倒橋。你做乜個叫 smuggle 誒？我冇嘅喎，我直頭日立咗諗出嚟。我開嘅，冇見笑，伊面皮搞啊！伊網殺面皮搞。我日嘅了咯，嚟我日爆啦，日 hard boiled egg 啦，有陣時有佢哋燒賣啊，或者係咁嘅燒賣。
冇啊，做嘢啦。我一個壓是冇。冇啊 ，plastic 啊，你拖誒丟嘅，啪，好似裝喺啲 supermarket 嘅咋，你佢哋攞。買菜啊，買菜你嚇，買菜啊。哦。啲咩方便咧？嚇你是最好你食扎對咧。哎呦，我嗰時候講我笨實，原來我冇笨實啊咯。你唔是貴節俾錢咯，你知冇？你是好你食扎對咧。Not only that。哦，OK，嚟啊。啲下邊我去想食嘢 buffet 啦，咁我看到嘢，啲拗梗係水呢。哦喲，一 flick 嘢啊！一有想 logo 梗係水呢，有咗北京我冇看過，我直頭有6隻對咪 ？Oh my god！哎呦 ！Oh my god！不得，是幫晒師傅了咯。唔是幫晒，是大幫晒昂啊！有啊，幫晒昂啊！你嚟，你學 tutorial 啦，我嚟拖 tutorial，佢你話俾安裝幫晒。你教我真係冇啊，冇開 back 啊，幫到見咯。哎呦，呢條加咯，加。哦，直頭格咯 ，because 樣都比較 busy 啊，冇去插路嘅嘛。我啲 airline 食 airline 嘅 meal sometime 啊。咩嘅？airline 訂到伊，我唔知同我唔知啦。佢古早 airline 嘅 meal，伊河路嘅我就是自格嘅 clay。啊，真咩？啊，有，我也去，我也有去，嗬。哇！仲有一個有咗個用條個，世界係水嘅好用。幫殺昂啊！這件事。幫殺昂嚟嘅。就咁傾，這是毛毛菇啊。Sorry，我啲吹，我搭飛機嘅嘢咩嘅？我頭睇啲飛機是直行嘅 ，ever 直行嘅。我坐 Virgin upper class 嘅時啊，伊人豪華嘅唔知是豪華係咪黏啊？伊豪華嘅真正細玻璃，真正粗邊，我睇一粒啲外線，一粒啲外線，然後嗰邊係 Virgin Atlantic 嗰邊啊，伊佢睇外線嘛，我係喺啲入邊我地啊。掉啦，你劈其實我睇那邊吹，我被吹被彈喎。你吹，我講我一打定到是本上啊忙殺嘅時候，定到嚟美國讀冊嘅時候無累哦，然後你到下面根本就買嘛，然後到啲飛機嘅時候都陪單，我咪睇睇佢陪單佢。有啊，我就借啊。你大把啦。都知佢入邊會 bag 啊！知你 bag 咪咯。哎呀，當佢我咪講是先，當毛毛菇啲，後面物件乜做過係點嘅了？但我再嚟只10分鐘綁實去哦！特別反正咱個做隻 episode 叫綁實咧，咱講嚟綁實個數 ，OK， 我寫起來。毛毛菇，唔是，別使講，即係幾 specific 嘅。佢哋是 clay 啊 ，plastic 啊，唔是 plastic 啊。你看落啊冇，啊，向看落，快點，softball 呢啊，你冰你嚟，嚇，對，這成啊，this is before，安尼，這就 softball 呢，佢哋啊，青色啊。哎呦，我被烤，我被吹穿了，我噴血了。哦，你冇去掉啲愛吹時就對出來嘅。係咯。你特別啲冰阿莫人啊，阿莫人，依單去巴，我時就咪是幾啊單誒，係你巴out，成個 collection 嘅呢。有咩？啊，我有300啦。阿莫人有做嘅呢物件，我係啱嘛有幾難嚟。意思成個講你去邊年呢？係頭啊 ，beer out 啊，beer out 啊。out 嚟係你 buy 名啊是。有 special 嘅有，有 bar 有啊。即係講嘢你 coaster 呢啦，你特別粗杯啲啊。
伊人有夾拗誒，伊嘅朋友 Coaster 卡關伊人關事人嘅啊關。冇拗。Coaster 啦，大佬伊只高張頂來看，你轉。啊冇人。入杯字頭咯，你我係細隻。特別我講聽我係這朋友嘅。頭邊嘢，伊嘢嚟啊。我朋友嘅媽好嘅人是做咧個巴沙威嘅estate 嘅人，特別佢飛機是特別是嘅，伊頭叫什麼？伊媽哦，我冇笑過。嚇！你是上謝了哦，我本是有別人啊，超人你再冇嘢check何做款㗎嘢咩啊？超下你本啊，超查嘛頭叫多啦，係咪啦？佢嗰時是 business 化嘅，應該講 business 爆嘅了。no。แล้วตัวที่แค่ชั้นนี่สิเช้ากันแล้วอีตัวละโย่ตัวชอบมาสิจัชลูเนี่ยฮักกุ้ยสิโบจัชเช่ฮักกุ้ยสิโบจัชเช่อ๋อแล้วว่าแต่มองกูได้ก็อยากตัวสไลด์กู是啊，多來，然後佢即係防水啊，水嚇，到落嚟，你到底係頭睇？我啲病，跌到 Paris 嘅 restaurant 嚟，嚇，唔是講隻聲聲，唔是講笨實。撕掉誒，我講聽，毛毛菇仔響，伊唔止緊係幾一個一個 set 嘅啊。你白刀嘅時，你問看，伊爽爽你繼續就出門嘅時，哇！伊講隻後水，隻獨頂水隻巴隻行出去，邊個去獨頂冇去跪地，獨頂物件冇個了去。你真係舊衣乜嘢？你去大個你係朋友嘅厝嘅時啊，你會按在是幫實啊，以後你用嘅大啦是 Hilton 啊、Shangri-La 啦、Radisson 啊。But there is a collection, you know. 各樣 Sicily collection 嚟，我隨講今日是外 winner 嚟啊。但係我見人講愛食車嘛 hotel。誒，等陣，你咪講死啊！你bằng實事嘅講，但係講到啲隻勁正物件。阿John，如果講辦曬特別 before 如會記講邋遢嘅特別啊。哦，我寫起來啊，我寫起來。邋遢物講貴了，邋遢物講貴了。你講貴咩？冇講貴。邋遢物，我會記你咪是講較真係淨係為你邋遢嘛。係啦。你會記了啊？我聽我講嘅是啲參掉講掉，我唔是隻貴特別講邋遢。哦，佢是講惡嘅。誒，我即係你 camera 被調落去啊，被看到你啊，你到應該都看到你舊衣呢。我哋有得剪頭嘅。係啦。嗰啲水嘅爛啊！哎呦，你冇可能看到咩事掃掉啦。唔是叫你白起來，你調你 camera 到名稱你都會啊嘛，你冇看到毛毛菇呢？演啊！哎呦，你愛有見到沒見笑啦！我行人多嘅時，我係手就串起我係爛了。你頭聽啊！哇死 ！OK， อันนั้นก็บ้องนี่บินบาลูกาบ้อง都冇做啲啊！爛膠片。Oh my god！即啊！我冇插，我係爛住一烹嘅。你俾人家是去放工鬼，唔是嚟吹嘅放工鬼一個放。哎呦！你特晚你特別上面啦，講放工鬼一個放嘅時候咪特別，哦歡嘅小歡嘅特別，哇！講得唔使落。一條嘅 return 到啲 ，OK， 冇，但係我唔講隻，兩個時候話出去隻物件啦，講哇，即無類啊，到尾隻較經濟咯，是隻咩物件？我知是大陸 Menki 啊。Menki McDonald's、Menki A&W、Menki KFC， 嗰邊比較貴。係啦，尤其是馬來西亞嗰個貴。Burger King 貴啊！馬來西亞
當今馬來西亞嘅Burger King啊，若是有去伊個 Facebook page download 伊個啥物啊，e-coupon 真啊濟 promotion。promotion 啲辦幾時只冰箱嘅，對你冰箱誒十幾塊我看。啲冰箱嘅時作，係咪幾錢？單隻，平常嘅 burger。有啦，到dollar menu 誒，麥當勞嘛有，下個都配只隻麥只根嘅一塊呢。隻你看隻係8嘛？5塊，哇5塊辦幾啊？嚇！哇！哇！係你是 Whopper with cheese 喎？5塊9兩辦幾啊？5塊9算咗最貴了咯，5塊9是。OK 哇。OK，等陣，咱一人講，咱算做經濟啦，愛只經濟馬來西亞類啦，經濟是做這類。5塊。經濟5塊6塊安尼看咯。5、6塊，冇過10塊。嚇。10塊。冇過5塊啦。5塊以下。哇！如果冇過5塊。冇過5塊啦，哇！即8塊9。冇過5塊，你看8。佢是差不多9塊了嘛，佢是除咗9塊了。特別你燒我一粒，我3塊。食一粒。特別你自己想啦，你開9塊，你食一個 hamburger 你會飽。我食 hamburger 未飽，我係食3-4粒嘅 hamburger 我個冇飽。哇，你香啊！roti canai 咧，roti canai。roti canai 我係飽。roti canai 用機嘛，所以我食攞3條我就飽咯。roti canai 是一顆一顆字，哇！營養，你大隻了，5塊字咧，roti canai 兩件。你大隻了。細啊。5塊字啊，roti canai。係咪呀？6塊字啊？個攤塊字咩？roti canai。個3了。科三啊！你會使食3地啊？就under 5塊。哦，under 5塊喎，嚇，食3地就飽。3塊一頓食經濟米粉。啊，經濟米粉真一隻。你order 大啊？3塊唔食大咯，3塊唔食。你會目的，若是要飽，食個飽，你免去麥當勞，免去 N.W. 免去嗰邊。你食誒，แล้วก็อีหลังก็แห่ในเจียมารู้จักรู้เบบป้าอ่ะอีหลังเดียวอีเดียวที่ไม่รู้จักจะละฮะอีเดียวที่ไม่รู้จักจะละจะรู้จักกัจเจ咯อีเดียวที่ไม่รู้จักกัจเจฮะ嗰隻係咩啊？等陣啊，龜咯，別龜。你貴啊，貴真係貴啊！因為做咩有人做嘅，人做真係幾間嘅物件真係貴嘅啊！等陣啊，呢啲地細細地啊，鹹煎餅，點解嗰隻鹹煎餅是無類是隻鹹煎餅咯？鹹煎餅係一隻龜，你食你半夜巴 ，because 一煎啲油，一油做了巴。食內地細類啊，講真。鹹煎餅係自己做咋，即係硬嘅，變咗我做。但係我未曉你安怎做呢度？呢度咪是 like flour，baking soda，冇 baking powder，呢係水、奶、鹽。安尼咧。有 recipe 啊，我哋啲叫學咗啦。嚇，你叫我哋，你說我冇，你試話講，你做乜嘢骨辣？我想我係骨辣啊！我做落地就硬就我做落地。啊做。哦。我係落地。用落地嘅 machine 咯，落地嘅 machine 啊。不，我做落地做 from scratch 嘅，我用你 sourdough 呀。所以只硬呢，你米粉加水加鹽加我嘅 starter， 我嘅落地嘅 starter 嚇。然後你咪冇辦法用只鹽，冇用只米粉。米粉，係咪米粉冇分只貴嘛？米粉我係。佢哋個半嘛，你間6塊9呢 ？flour，哦嚇。個半6塊9，我做是到是1000 gram。所以冇講真正貴啊，係1 kilo 咯。是炸起嘅咩？伊意思是炸嘅。伊冇炸起，伊有炸咧變做白行起，伊冇講炸補起啦。係acidic嘅啦。嚇，因為淡薄要 ferment 嘅咯，所以我就喺呢隻飲料我參，了我講咩係伊步咯，
伊布是伊这沙得咯，伊布掺盐淡薄米粉，伊布福建话叫啥子？叫伊布，老布伊布啦，啊加布啊，加布哦，他们加，是福敲建话咯，加咯，加加大嘅加，那华语迄个啥物酵母，酵母嚇，發酵的酵。毋是讀銷你就你望到人講啊，你甲我拍袂到啦，你噴特別啥物了 ，pronunciation 係唔對嘅，當你曉政府無人讀到人字噶啦，冇使噶啦，伊毋是叫做銷你就，伊毋是叫做。阿咪字，我冇一硬話。你計講啊，即 yeast 等人話，我講你未 mother，我人是叫伊布啦，娘人叫伊布，แล้ว係แล้ว你攪แล้ว你浸水伊，你半點鐘對嚟，你拖，你免切嘅，你就係呢拖就乾咗呢拖嚟，แล้ว你做個四刀個刀呢，半點鐘一刀做，แล้ว你放到喺滑咯。畫那個3點鐘、4點鐘、5點鐘啦，你看你做無做，然後畫一 double 咧時，你就夾伊個落地嘅切做，一般我開始是做2粒啦，500 gram，然後就做下到啲酵母嚇，酵母即四方嘅四啊之類。對，燒，特別唔是燒，唔是讀燒嘅，我人嗰啲死人嗰啲食燒嗰啲，人講伊叫我拍，你拍燒拍袂出咧，我拍字，伊唔知叫做焦。焦啊！什麼？怕小跑袂出的，直講怕小跑袂出。定覺啲。我唔係講咩？怕小跑袂出咩？哦，這是你昂，這是四百九嘅昂。嚇？係咪？四百九，誒，你講，係別使講，誒，你講別使講嘅昂。嚇，對，唔是四百九。未使講嘅昂，未使講嘅昂，酵母，咕咕叫嘅酵，對，酵母，對，伊酵你咪無拍酵拍袂出，就是叫酵母。錯本啊你！誒，酵母，對，你四百九嘅昂啊，冇，未使講。未使講嘅昂，你咪是特別有畫面啫。係啦，就冇嚟酵母咯，酵母。會使講，你是咪酵母？拍酵母，伊變咗會使講。跟住我講實未出，我實未出酵母福建話講樣叫發粉了，發粉了，叫發了。發粉了，發粉呀嘛，加波是一粒嘅嘛。發波啊！伊講加波啊，發波啊，係叫。伊講加波，我冇聽過有加波。我是叫伊布嘅。伊布。แล้วรู้จักว่างกับคิดจูเลยอีบูโลเซอีบูโลมาเด้อ娘娘人講啊，娘娘人講就叫娘娘人叫伊話嘛叫伊布。我係媽嘅了講伊布。伊去做伊布，要做法規咪是特別做伊布。แล้ว哇，咱客潮啦，我客潮。做法規。用迄種嘅法規我就唔使啦，我哋諗乜做法規嘅，我哋唔是做迄種嘅鬼打冧嘅，迄種嘅啲用牙嗰啲牙膠咩？法規有本啊，特別法規嘅等人啦，法規是為等衰嘛。做咪菇咪是用伊布對。是咯。哦，對。你就唔使咯，對嘢，佢人做過咪菇人就使啦，人做你。你咪學話咯，學話咯，叫伊布啊。但係當時唔有嘛學啊嘛，我嘛做咩叫日本啊？嚇，你嘛學人叫咩？酵母。係咯，我問晒。係咪上個羅啲咧？你就帶人用伊布嘅了。咱計無學面嘅。你明即係毛古話你講叫做加布呢，咱無去聽，講叫咩啊？叫咩？咱全部學面，你每嘛是叫加布。我係冇用。加布啊，加布係啊，毛古。特別我冇咩相信，毛古嘢話是淡薄不騰西。我偏路加波是喺啲本土入面結冰嘅嘛 freezer 入面嘅。哦，加布。
OK，加波。誒，即個啊，即會使講嚇是會使講個我上年哦，依家四萬兩年啊。會使，絕對。會使講是你啱是多四萬兩年啊，四咗幾年？四咗一年，四咗一年。哦。係毛毛菇第二年。係咪毛毛菇你嗰邊有少年咩？ Of course， 毛毛菇四咗一年啦。那麼是第二樓啊，邊？應該掉咱哪人？咱是。你想係咪？我想要，你想呢？我想好。哦啊！我想糖。你是等我講你是，請咱請測幾個回，4回。好，3號4頭5 0 6咗7咩？別有5回咯，你多一個回啊，應該中。我就講6回。แล้ว毛毛菇是想即就4頭啦，你是頭。4頭。แล้ว489想咩？多。想讀別使半減啲。菇。菇 OK 是多，是我寫我字就一回嘅，因為。係咯。我就係都幾回。我幾回啊？46啦。係 sorry 46。70啦啊！你講嗎？哇！天年啦。我40時。我70落去啊！個當個人嚟興，我就真歡喜啊。OK，咁咱繼續話題呢。咁樣講個對咱嘅最近只先生。我有 try 過上家伊個內加多瑪多炒。真好食，好食。無我是用 rice cooker，你特別用啲大粒嘅多瑪多嘅 beef， 就講 beef cake 多瑪多啊，係咪？大粒嘅多瑪多啊。你講個人一豬，講個人一豬嚟，你講489講 rice cooker 咯，係啲 rice cooker 呢，係咪近過？489講。我是加伊個Maggi 米加煮對哦。anh chắc là đứa con là nó chú chú bè bè à chú cha bè bè then 他是煎伊個女生 then 殺伊個殺 then 煮伊個 tomato stir fry 是安怎講？阿莫叫叉阿莫叫叉伊個阿莫叫 then 摻伊個女第後尾，後尾，到底後尾，你係到底伊女到底，你頭頂到點去啦？你到底你後尾？我成叉同嘢啊！我成叉都成嘅喎。我落蒜頭嘅，落多瑪多，因為伊係拍過嘅。因為我冇拍，我當係邊個嚟拍？因為多瑪多是愛煮卡嘛。interruption 啫。按講頭晚一 check online， 台灣人本叫家寶。家寶。Congratulations！家寶。台灣人叫家寶。特別我唔知係上線啦，台灣人講定唔是人講？毛菇咧，你歡喜你佢勁出波冷坤啊！係咯，請㗎了，佢叫住撚請㗎了啊！ICI， 即係 Alexa 被困喺落嚟爛貓咯咁樣。被㗎，而家困錯他。教冇，咱但我諗講你講毛毛菇學你講啦，係即係就講我都未學煮，同唔使講面，嗰個係女嗰幾日後尾落係，你講學你人家煮。好咯，我冇咯喎，知你喎。等 OK， 等陣我可以講句就得，學你講句就好多機會講句就得，嚟489。機會嚟，係機會。哦 ，OK，因為伊個女是真阿咩煮了嘛，煮食了嘛。所以我是煎伊個女生 ，then 你是炒定係煎？煎咯，煎一粒啊，成個南面，安怎煎？馬達倫布係咪啊？唔是馬達倫布，伊是我是做 scramble egg。炒啦，你叫做炒啦。炒兩樣。因為 then 我是在伊個 proportion。
伊個 proportion 伊個寶寶，咪做話啲啦，比例啊，比例我唔知叫蝦米啦 proportion ratio 啊，伊個 ratio 是一個tomato 兩粒卵，阿莫叫一粒阿莫叫兩粒卵，一粒阿莫叫兩粒卵，所以炒伊個卵先，then 炒了，伊阿莫叫安怎切？放啲邊 then 阿莫叫切細粒啊是蝦米？Q 吧。dice 啊。dice 本會使，如果愛 slice 本會使。切片本會使嚇，切粒本會使。係啦，嚇了阿張。重要是伊個汁愛買互伊怎講啊 with 買拍生嘅汁，你就俾燒起來汁。伊愛燒伊個汁，所以家是愛燒伊個汁哦。所以切好了都夾定出來。撒伊碟伊個卜啊。撒到卜嚟喂。係咪？你係撒咩物啊？伊個阿莫叫啊？伊個阿莫叫。你冇係油冇杜米蒜頭咩冇啊？梗係係叫阿莫叫啫。我是用牛油，淡薄嘅牛油放啲伊個花生。OK。點入面。然後咧係阿莫叫係都係伊個牛油。then 撒 until 伊放淡薄嘅叉啦，叉啦。清茶，你看 then 放淡薄嘅鹽，淡薄嘅糖。糖啊，係糖。糖是 sugar。糖嚇，糖對。糖是糖是糖，我想你係 chicken stock 啊，上面係糖是糖嚇。淡薄嘅糖 ，then 煮好伊變較軟，較綿嘅啦，互伊嘅汁放伊互伊嘅汁，然後出汁出汁啊。係了阿張。伊出汁，after 伊出汁誒，then 要到誒放參伊嘅卵。係到堆卵就堆去啦，但我煮食咧，炒食咧卵佢係到堆去。then 炒到會使了 ，then 要 standby 要嘅Maggi麵，煮好了就參落去咯。你是參下落去你即個卵加tomato會去攪呀，一做就係炒啦。但我啲甲人講嘅你tomato煮飯都冇上。冇上，伊是講煮麵。我要聽你tomato煮飯嘅講話，搞，是吧？搞講個了佢哋時候，我當然未明白啊！我聽喂，那是講你講嘅時候，我會 imagine 我自己煮過就是講你成功啊講。特別那是你後係到啲後背嘅，我唔知。我講伊個後背是因為伊個你後背呢個係到對哦。我成講你煮你就俾攞你 stove 自己到啲你頭整自己到啲後背咧，你煮一邊煮嘅tomato咧是邊個嘅後背嚟猜？係時啊，我學嘅。有見搞啊，當你講成功啊嘛 ，take time 了後邊我明白啊，你講我 understand 㗎啦，你即係半攞㗎啦。然後特晚你講四百九，唔是八劍店講煮飯係tomato嘅時候做咩？tomato rice 啊，你講。即個唔是即個是正 famous 嘅 actually video 嚟講，即係人看啊幾嗱嚟million嘅。即個是即個 Asian American 做嘅。Mike Chen 是 Mikey Chen 啊。Strictly dumpling 啊！對 Mikey Chen 咧。伊 basically 嘅一個tomato 剁到了肥肥嘅啊，一切安尼。伊 skin 啊，開 skin 啊，然後伊係到半。哦，所以你 cross 伊個 cross 到但伊煮嘅是伊破伊追嘅出來。所以是你水咧係做咩多？如果係咪？安尼你真正平常嘅 ，exactly。但係我看到下咧，咧我自己煮是真正好食，你再冇咁啊tomato咁解配呢？แล้วลูกแม่นเช็ดแม่นทำมีลูกแห่อีtomato 入面是อีจุสิอี配女อีปิด起來แล้วก็ไอ้ tomato 嘅 juice
哦， GPS 你會咁薄，參加嘅 B，你咪係較少แล้วลูกคัดชุดสิลูกเจ้าอีตัวมาโต้參加อี 哦 會 mix 起來嘅仲有啦，好食啦，แล้ว係ตำบกยำตำบกอจูหุ่น仲有好食。伊比如啊，你特別用杜隻，你別用杜隻，免用頭姜汁嗎？係啲一個碗啦，用杜隻。好食，對住條好用對住。你夠好食咩？唔知哦，成日有人時食啊，即係叫人家陪學，那陪俾用手食，係咪？啊，特別用手食叫人家陪。那是簡單。係 economy。Lu ai ka complicated you have asparagus like 係參與煮啦，荷灣呢是我係 spam， 我係 lunch meat， lunch meat， 我係 spam， 哎呦，我食得亂咯。actually 我以前定住話就是煮一個是嘅 KFC 啊，對 KFC 都可以 rice cooker 伊講好食喎，我未 try 啊，或者。馬來西亞嘅 KF 都冇。特別我講 我未知。我去 Australia try 係你 KFC， 伊講好食。好食啊！哦，我未 try 啊。啊，特別佢。你講食聲聲啊？啊，你諗捌做菜豆粿？我捌做過 ，actually is quite cheap 啊。菜豆粿點啊？啊，龜甲咯，龜甲。哦，菜頭粿，菜頭粿。哦，龜甲，菜頭粿啊，菜頭粿 turnip radish。啊，對。你加嚟叉，大乾嚇，อันนั้น係咩名呵 ？rice flour 啊，米切，有你加去嚇脆，點解會有 heavy 啊 ？heavy 嘅好似啊？你係 heavy， 你係啊臘腸滿誒，有你脆啊嚇，你個愛嘅嚟做嚟先，煎菜豆粿啊，你嘅煎咯，你煎係菜包係咪？哦，即是成間人去食點心嘅。做真係濟，嚇，actually 你自己做啊，一出來真係濟。XO sauce。我想講做煮龜甲真係濟工咩？伊個白嚟 ，actually 無嗰隻坎坷，伊 recipe。伊是會加工，特別脆一個咪零嘅，切一個嚟炒。一滴低，you know。成個我做老啲咧。日本老伊會曉做，了加工本會曉做，伊人捌係啲，你捌做啊？伊人係啲 Facebook， 我看到哎呦，伊人間嘅 good 啦，我冇呢應工啊。我食我係大條隻，我未大條煮。你叫我做糯米雞，我都冇做掉。I mean，即係個唔是隔人別人叫我做，我自己愛做嘅，特別我冇做。Actually 冇講隻行課，如果做落地面用佢哋 bread maker， 特別你真係型嘅喎，你邊我做啊，我放掉most of the time 啦，我成日 manage 嘢，我當掉我落地嘅點聲是 maybe 個半點鐘。Total lah, but it take a span of about 24 to 36 hours 嘅點先。係啦，等嚟點先等。啊，我 because 你會使你嗰啲按攞人會打閒3餐食落地，我出來未？佢食背啊！我都冇打餐食落地。做落地。我冇打餐食落地，我是講當叫我做了什麼？因為我有興趣做，我是啲研究看看安怎做伊個。你咪勁濟咯，做落地，冇幾撥呢，冇幾撥呢。特別落地啊，外出啊，誒就了啊，做落地。人家冇幾撥，然後你免睡嘛，你會電視啊。啊，對啊，電視對。電係啦。而且補隻菇呢，補隻菇。我攞下，我特別補500袋啊，我 preheat 500袋一點鐘。都係做按嚟做佢啊。啊，500袋咋？喲，500袋是200幾？Fahrenheit 啊，啊，冇500 Fahrenheit 掉啊，แล้วอี500係嘛200 something C 唔知200 230啊，something 嚟嘅啊，แล้ว我之前見只咧 fresh 嘅時候講下，你把你個煲出來，係直接咧啊都貴嘅時候，
哎呦，伊個家人家上班都切的時候，伊個落地咔咔啊，碰到佢幾準嘅了。對。特別真正家人我真胖喎，你很時都把 butter 落去，佢就做淡薄一樣淡薄，你配個家人時，哇死白好食。等住我做佛家蝦，伊配滿隻。佛家家，啊。佛家蝦，怪應做 ，it's just long，一單嘅點先一等。佛家蝦用橄欖油嘅嘛，橄欖油。橄欖油係咪 olive oil 啊？對，橄欖油啦，係啊。然後actually 我有一個 recipe 是 sourdough 嘅佛家蝦。sourdough 佛家蝦是。我咪少啦，美國人嘅咧驚食 sourdough 啊，台灣呢味素成個一炒起哦。對冇特別。好食when你補。我冇關係啊。你炒水你冇做改變啊？啊！伊超市，我去 California 即係我係好朋友啊！伊人 San Francisco，伊人嘅 starter 啊是 heirloom 嚟啊！攞百幾年啊！伊做落嚟舊嘅伊嘅學伊啊！一做話我咪滴罪伊啦，所以我講啊，好食，好日日食，特別我食到成個，哎呀，即係肉啲超水了。特別你會使做 sourdough 其實是一辦法嚟，一種嘅做法嚟。你會使 sourdough 啊，你買一水，你買 ferment 嘅菇都變得水嘅。是咯。你會使佢，你成日我能 control 下，我是自家食水嘅。我伊是拿水，我是個拿蘇格。了，伊若是，你若是想有人無蘇格食水嘅，我都係較濟伊 sourdough starter。了，伊就發較快發，較慢發咧，伊就袂水水，所以伊就是像個 replacement of 你嘅家寶呢。媽媽姑家寶，家寶係幾哦？我想家寶是你買家寶呢？你蘇打買家寶？baking soda 啦。家寶真係用會記咯，猜係咪是冇家寶？我估你衰不多。家寶是做肉啲啊。或者頂面一筆又冇。家寶是做肉啲是 carbohydrate 嚟，所以我係嚟看會記。特別對家寶，或者跟你講即係以前我叫hydrate 叫做 hydrate。家寶普及家咯，家寶嚇，家寶不，你落地嚇，你那是做 sourdough 嘅yeast 啦，唔是冇用 yeast，用 sourdough starter 嚇，伊個較用 digest 就較用消化。Really？因為你嘅米筋啊、protein 啊、伊個 gluten 啊。你 already 伊 microbes already digest 伊 microbe 嚇，所以你 break down 啊時你較用你身軀較用 process 伊個 carbohydrate，所以有個人成個有我講 OBS 是我嘅 software IBS 嘅人有啦 IBS 嘅人嚇，伊較用 digest 你要食 sourdough 嘅落地，伊就較用消化，因為 yeast 嚇，你 yeast 做伊只快，特別伊無食伊無夠，伊 actually 是伊 fermentation 嘅時做伊 breakdown 嘅咋。伊無 breakdown 呢個 gluten。Because 你係yeast講伊真正快發啊嘛，你免等嘅股所以伊無 breakdown 嘅 gluten，所以只係是較歹，有人成個調節啦，還是有人愛成個生烘嘅呢，成個 bloated 啊。係啊，IBS 消化嚇。所以食 sourdough bread 度較好時，人講成係啦。然後我個做 sourdough 嚇，個串嘅 sourdough starter 啊，你食 sourdough 咪是你度，定定咱做落地時咪是講咯，你咪是要串嘅。你燒起來後嘅時，你會使嘅嚟做 cracker 嘅。所以佢係 continue 嘅咯。你就諗嘅嘛，你就合格嘅嘛，無你咪是拿做。冇 serious 但係我學到有 recipe 啊，你使嘢嚟做 scallion pancake。我知啊，我大班人真好食，另外這係咩kimchi pancake 個好食啊。because 伊個水啊，你知伊個 pancake 淡薄水杯啊，你係 kimchi 啊，哎喲個好食啊！我有試過煎一粒蛋喺度啲頂面嘅。一女個淡薄嘢 runny 啊，哇，好料咯！Korean 嘅murtabak，Korean murtabak，
講到木達是貴，檳城貴咧，木達巴是貴，檳城檳姨啊，就是檳城貴咧，實是經濟價咧，食生生咧，無安尼做檳姨，檳城貴，或者你去買開檳城貴話大地喎，都講教嘅我如果你教嘅啊，是教嘅，I think 教嘅較貴，教嘅較檳姨，是教咩？แล้วเด็กโปรอินดิวิชวลเลยอย่าโปรนะเด็ก normal บางจังก้อยนะคือทางเหนือเนี่ยหลังบางจังก้อยเด็กเนี้ยไม่หอดีถูกแล้วเลย住，你嚟，你識講咩？係咪咩？聽下บางจังก้อยเด็กแทนนะ你計啲แล้ว嘛你做แล้วเลยเนี่ยแกบูบินเบย์無做 corona 話ก็อาจารย์講啊corona 話太濟，雞卵真貴。是咩？我未講，你知做咩事？我講上去檳城貴哦，因為印度尼西亞叫martabak嘛，伊叫martabak manis是檳城貴，martabak manis。真係教，真係熱啊！真係用熱啊！伊人會教嘅啊。伊是人嚟去買卡咯，我是叫做去買卡啦。你知咱檳城貴兩種啊嘛，一種是小地，一種是大地嘛。大地係大地。教，我諗嘅大人叫檳城貴 ，pronounce as D。其實講玻璃是叫檳城貴。你好潮啊！呢是檳城，呢是檳城。我發你頭一擺聽到檳城龜跟檳城，是新加坡伊是叫面層龜嘛？面層龜啊！我冇係這個。actually 伊是檳煎龜，檳煎龜是伊個 original， 檳煎啦，檳煎龜。孟青是上加。芒撐是上加 confuse 佢啊！芒爭啊，冇芒爭是 frustrated。geram，芒爭是 geram。哎嘛 frustrated 嚇，巴拉達，做拉達。你使係女嘢啊，有人係女嘢。我答白問你。別啦。係你咪是會使，係你冇會使。大地冇會使係女。我地冇係，我冇看過呀。特別較濟是你細地較 personalize 較濟，你會成啊，你 order 嚟隻安裝邊係，當今隻濟啊，你係椰啊，係巴虎啊，係你買蘭達，唔是買蘭達，買蘭達是隻你未笑話，你叫咩啊？加工。唔是，巧克力叫咩？巧克力，Nutella。係咪辣蛋？買蘭達叫買蘭達是你隻未笑話是隻啊？買蘭達唔是咩啊？老細要啊？你隻那不多邊好事是隻，那 upset stomach 是隻買蘭達。個有，但我嗰陣我未辦機，你攞隻冇笑掉個辦機，副經濟。機場飯。誒冇啊！機場飯係你跟丁嘅約會啊，OK？冇啦，咧笑掉咧是辦機副，你講咩 potato salad？potato salad 咯，要自己做，哈！一定得我到全部是做 potato salad， 我做 egg salad，potato egg กับ potato salad，hard boiled egg 啊。冇看到 potato，potato 白鴿。我下面做辦機，你是自己到處做咧，你做一條隻自餐。番薯對，番薯糜。冇番薯燒嘅番薯。燒番薯，學生同我呢個 office 嘅，你是橄欖我做嘅面是係你 sweet potato，我做嘅是橄欖豬。sweet potato 好，你是 bake 也好，你係鵝糖啊，加 butter 就知。哦，伊拉係 marshmallow。毛菇你買無差掉嚇？你買實隻梅啊？係 OK。KL 有一間嘅cafe，
個事實上，伊上個McDonald's 嚟講呢，古早伊間係做即個 baked potato 呢，貴經店做 baked potato 嘅，係咪名了啊？伊唔是 restaurant，伊是上個一個細嘅 shop lot 呢。伊這邊咪有 Spud You Like，Spud You Like。I think 是伊嘅哦。Spud You Like 啊 Spud You Like，Spud 是 potato 意思嘛 ？Spud 是 potato 嚇 ，Spud。Yes。แล้วดูใส่แฮะ sour cream or chives butter 我做喺當 office 做嘅是 salt and pepper เนี่ย啦就是一個勁字啊แล้วเปา咧จะเปา咪是勁字哦包啊，就個雞啊包雞啊包豆沙包咪是勁字咯嗬แล้ว好嘅人夠食大包咧，我冇啲人是食豆沙包呢，那豆沙包是隻笨嘢。我啦，嗰個笨嘢上面饅頭，冇包行嘅。冇行角爽，包角爽。你係butter，OK。羅蒂咯，食羅蒂，我聽到大澳時是食羅蒂。食米菇。米菇啊貴啊，當劍。嚇，拜貴冇好，冇菇。拜貴啊！舊咧就。我講聽冇菇啊，俾啊冇好，你是唔是試過是俾一燒就成到有啊？好啦，是啦。一陣我見就冇好嘛，我冇好是 nostalgia 本啊，冇好是特別人講啱啱人拜貴嘅時候，在我紅教一直叫學玩貴大白，比較冇人食嘛，所以我就 keep 緊嘅咧冇咧香菇嘅啊，有香菇嘅我就學我狗食咯，冇香菇我自己食。你係狗？我厝嘅狗啊，我嘅狗有香菇特別狗就食嘛。包啊，嚇你，包。哦，我嘅狗。這是冇好，但係唔是到啲美國嘅啦，這裡是法狗。我聽到似狗係嘛厝，我厝似狗多邊樣嘅事。唔是當劍，唔是當劍。人哋當劍我都整到冇好，整到冇啱。嗰件字是咩嘢啫？隻茶邊款自己炒。佢個經濟咯，佢個經濟。隻笨魚差輩我當劍就當劍最近嘅時啊 MCO 嚇，我差輩只豆咯，我俾人前面一大箱到啲 Costco 嘅呀，即係8罐10罐啦，แล้ว我是平影呀小隻。個好食喎！哎呦，我係真見食差半嘢。我可能講下咗差下，我係差半嘢，你看差嘅，我係差半，我是切我哋冷醬面咯，冷醬面切腳啦，切格啦，腳嚇，แล้ว切格แล้ว時到夾去係到啲點去成叉成，我開始是串為bacon嘅 fat 啊。煎 bacon 嘅時，然後就係係一碟豆油，但係咧是嘅，煎了台整嘅就惡胖胖嘅呢。有時我夾起來，冇แล้ว係餒，拍餒3-4粒嘅呢，拍餒一下去攪炒到啲，喂，冷醬面食一邊啊，炒喺餒咯，炒，了時我餒嘅喂，冷醬面就燒起來，咁倒起來就另外一位。有時我就煎係油就嗰隻豆油豆米或係蒜頭，或是係藤頭本。然後豆米咧時就係菜咯，我係菜是往時係 bell pepper，bell pepper 是叫咩啊 ？bell pepper 是丁蘭椒嚇對。然後有人叫咩？我最近冇聽到 Australia 叫 capsicum。然後我唔係聽過 capsicum， 我最近冇聽到啦。然後馬來西亞冇叫 capsicum。馬來西亞冇叫 capsicum，特別我到馬來西亞就冇聽叫 capsicum 喎。我馬來西亞是 capsicum 應該是一種 imported orange color 嘅色嘅。taste 是 green pepper。我是叫 green pepper 呢嘛。by the way，green pepper 炒白油泡乜好食？你係嗰啲，喲，你睇到乜隻鬼哦？白油泡炒 green pepper 加係嗰阿三哥加糖，啲水啲嘅，แล้ว加番椒你使成番椒，咁切番椒落去炒。白油泡 pepper。白油泡。แล้วก็จะเลยอาซัมโกจุย 加糖。攞這，攞乜隻鬼哈？
这里有可能是。咩啊 ？green pepper 還是 green bell pepper？green bell pepper。哦，OK。哇，唔知諗乜食過啦？喲，這係咩？哇，係咪啊？豆乳吧。喲，哦，這 stew，chicken stew。stew 啊，冇聲咯，英國 film。有冇？唔係冇 on。just 哦，sorry，這個是curry cake 看的是什麼？哦，喲，知啦，是什麼？這個冇講食，喲，是啦，喲。誒，那誒，經濟杯啦，那是lemak啦，你包餅的那是lemak。我是食生啊，佢哋咪食生生咯。係啊，ikan bilis kan nui。嚇。我了咩？對。多出生。多出做較濟個咧，唔是較細啊啦。是啦。啊，แล้วแต่มันแล้ว插杯，咪成日都插落去，啲菜嘅都去插，你真係都是揀咩菜，你係真係煲高麗菜又好，都係小白菜啊，啲 baby 白菜啊，上面咩使插嘅，但係插咧是可以跟菜女咧是 carrot 嚇 celery 咩使 carrot，แล้ว就倒你杯落去哦，แล้ว我是用咩菜？我是用 teriyaki。啊，是豆油啦，那個係豆油。我一定要串 teriyaki sauce 去 restaurant 食，仲要串幾多罐。所以我係 teriyaki sauce，係蠔油，係胡蘿啊，真正好似係胡蘿，成個都炒用鹽胡炒呢。係咪是胡蘿？胡蘿，你 fish sauce。哦 ，fish sauce。嚇，你用 fish sauce 炒啦，你用 fish sauce 炒係伊成個有嘅鹽胡炒呢。有幾多種嘅？有越南嘅，有什麼嘅？嚇，什麼嘅好啲啊？我係是三隻尖嘅，我唔知咩什麼是越南，啊啲是越南。我是越南嘅。我係冇 squid，sorry，索當。哦，椒胡漂。椒胡漂啊！แล้วหันไปข้างนอกฮันเลยเก่งเจ咯特別好我啱真正เก่งเจ所以主要我嘅我差真正我知比較好知係說lunch meat 都是依 idea sounds repulsive 啊特別你食到是好料嘛我係啱㗎啫你講咩係咩那是買 lunch meat 嘅時要綁 sausage 咯其實你使係白本啊你使係杜白啊臘腸啊臘腸咯杜白臘腸咩使嚇特別我係啱唔敢食，特別我是真正是食人真面啦，我是。我係驚個是敢食呢啊！喲，人真面嘢嘢。啊咁，人真面我貴嘅電料我對嚼。我唔想，我知佢話除咗。อันนี้กาเขาจะเป็นก้นนะข้าว我人真面咩時嚟講，我食皮啊，我一頭夾安尼夾一片嚟食。民主誒，民主。Gimana? Kalau tu nasi goreng kampung, si semit ni, lu tak kafnya nenek. Cakap ni cici cuy ya. 江湖姜，哦，ikan bilis，แล้วand then after that cici cuy 醫生，cici cuy 哈，夾出來，cici cuy 哈。and then 伊油吼，切脆係咩啊？你講切脆係咩？切脆。哦，切脆，嚇。所以umami 是從江湖鏡來 ，and then 咧嚇，你愛係料 whatever 你 suka 啦，你係bak misal 就咪 bak 啦，你自己 suka，and then 都有係講你cabai bulung 係落去嘅，見落去 ，and then 咧伊 gravy 咧係伊可以。味素咧，你袂使係豆青，重量咪係豆青，除非你係講一隻少啦，誒伊係kicap manis 係淡薄係 calorie 淡薄啲佢哋是叫 nasi goreng kampung，好食本咯，拉沙。還哪做？好食。伊用江湖鏡江湖鏡度烹嘅咯，誒，即係咪是差唔多㗎？係實話係胡蘿很像咯，伊像啊江湖鏡有一種誒鹹香嘅味啊，mami dia. Tahu dia cabai bulung, itu important lah. And then ke manis, itu saling dia. Cabai bulung tinggal dia. 我家姐有係即係 shallot 是長頭鏡嚇。
車長頭。唔是車，伊是 Charlotte。哦， Charlotte。長頭。你叫我做即個啊 KL 嘅福建麵 ，KL 嘅福建茶。KL 嘅福建麵係你獨背麵。福建茶咯。而係福建茶嚇，又係杜油。把油泡，你把这个抓你把油吓抓，在当年少年家有听抓把油，抓把油就是抓嘅去把油去抓，就是讲嗰啲嘢一把油一地啊，係我家去點去煎雞，變做家庭嘅出油嘅油嘅嚟做物件咯，然後你泡要把油泡，你就是嚟做佢哋但係我講嘅做阿三哥咯，你唔知是娘家家，還是有可能是我出來人揾很煮嘅，我嘅爸。是喂講啦，是未杜白嘅，然後伊有可能未杜白，都有春杜油嚇，伊就是過來太杜咧，你無人買杜油嘛是過來轉咯，轉做油來用咧，是伊春嘅白油泡嘛是過來炒 sauce 很咯，好食咯，好食，一索伊會接料咯，一索伊會接嘅了啊，哇！垃圾講好食，如果是個甜個水個咖喱淡薄啊，因為你很煮起來是伊袂軟過嘅時，淡薄咖喱淡薄，你爆落去嘅時候，伊個淡薄油出來咧，伊淡薄個水甜，真正好食。加辣滷啦，加辣滷都食。辣滷嚇，你我學條嘅我。無人女啦，差快呢嚇。毛毛菇來，係毛毛菇你煮。你 try 下。我唔是講我學條嘅我唔是用即個白油泡嘅，我是用我白油泡我冇有用，但我是冇用 bell pepper， 我是用迄個叫咩 okra。哦，角豆啊，角豆，然後上個路尾上個路咧上咯。哦，本是即個阿三哥。阿三哥本嚟係。差咗。然後你嘅 okra 你只放阿三哥嗬，你就放啲嘢 okra 是變 yellow color 嘅。哦，一色咗。咁冇叫人咁俾粒啊？係。家陣連粒啊，對。家陣連粒。冇叫咁俾粒啊？家陣連粒，我叫啦陣連粒。有啊，我媽叫家陣連粒啊。我媽嘛叫家陣連粒。係咪嚟？角豆哦。係咪嚟？角豆。I think 是nyonya lang叫家陣連粒呢。伊連粒都是伊成lendir segala lendir kacang lendir 都差下你表白不是誒 benih si kelinga wa benih si kelinga wa lai tapi siang lah 咁關鍵啲，你 bell pepper 你未使炒開菇嘅，你炒開菇伊淋特特啲嘅。你唔係女啦，又愛crunchy 較好食嘅。有 okra 咧，你唔炒淡薄 crunchy。我嗰時炒鹹椒咩就起來啊，你未使炒個一糯咕咕出汁嘅。當今家陣連粒嘅行政咁咋，會貴哦。1 kilo 7塊。啊！咁你制嘅了誒，喲你依家好難。自己採嘛。你大自己採。哇！1 kilo 7塊特別。一斤錢啊！冇1 kilo 啊，差唔多嚇，都比較難。頂到是算咗殯儀隻嚟又頂到是隻家陣年啲，差300啊！家陣年啲差300是隻殯儀嘅物件嘛？無聊咯，對嗰間貴嘅東西。但係咯，我係咪？家陣冇得單脆啊！wing beans。wing beans， 我只係差300 我suka 食這個kacang botai，我suka 食ulam。ulam，就 wing bean 嗰啲 green bean。wing bean green bean 是我做絲格豆哦。哈，對絲格豆。對啦，絲格豆啦，對。絲格豆啦。你冇叫 kacang botai 啊？你冇叫 kacang botai 啊？nyonya叫kacang botai。有人叫kacang botai冇有。kacang botai。格豆。我叫 four angle bean 啦 ，four angle bean or wing bean。我愛整嘅，冇味了。我愛整嘅 first， heirloom seed.com 已經 throw out 已經。
人会知十百不容啊安怎知？我在细汉，我成都有吗？我会使举出来意思。你十八步路呢？你買房個就能店呢？你未使係成都裏邊，你一頭你用落地舉出來 ，remaining still 到 freezer。I say 呀 freezer 係落去，係就直接落 freezer。即爸爸我 every time 我你愛定十八步路嗬，你舉一粒出來，開呢嗬，切開，放落去。just normal 嘅湯呢 and then after that 冚唪唥呢買春滾嘅嘢啊 and then 呢度生啊，一間生隻字，生隻字啊 winter 時啊，winter 時咧解住嚟，呢大行嘅淡時呢 because 咧normally 咧呢大行嘅而家咧嘅點先差唔多係 around 12月呢啊，呢個時嘅，但係咧你記啊，你燒咗安尼隻粒紙嗬。一粒嗬，是真正一粒紙嘅啫喎。所以你睇下你十八步路嗬，上加過好嘅可能，你下個路仔咧，一生路仔。你是講你無 winter 時你無夾接來啊？你一頭放落地。我夾接來，我有夾接來，把呢個絲我都到厝裏邊。哦，到厝本絲。到厝裏邊個絲。你安怎啊？你十放。你下個就是說，連一點聲時候。actually 嗬，你都歸正歸。第二拜啲嗬，4時點聲就係成日3了誒，正嗬。after that 嗬，一嚿個 spring 就一 sprout 出來咯 ，sprout 出來啊嗬，真係隻驚就冇，真係隻一粒呢，你用一粒呢，真係隻驚咯。after that 你搬咯，搬啦嗬，你就隻驚啦嘛，你搬嚟一驚搬去河盤啦，差唔多嚟3-4個鐘你看搬一個河盤咯。so when summer 點聲時一出真係隻啫喎，到路下邊就一路升，一開始嚟。你第班就升嚇。第升啊嚇！但係時候你翹起來你冇力食嘅了嘛。我大概 freeze， 我大概本是 freeze 嚇。我寫前期啊，我壓伊嘅機，我別使寫啊。別使寫。這不是寫，變咗係派。because 你寫啊嚇，伊係 freeze 伊 sometimes it tends to see 伊係咧誒。意思，我都講要摘啦，你要摘，唔使寫。我知啊，我俾我其實嗰個 agent store， 個 agent store 嗬，就是我去年嗬，我下個時候我冇 pesticide 啊嘛，冇 pesticide 啊，我燒啲成都咯，嗰啲係燒成都咯 ，free 是攰你咯，所以佢就講，when 我愛摘時嗬 ，OK，come end of I fall 啦嗬，佢係靜咯，靜一冚啊。所以一年種一刀啦，你一年就要一年種。哦，我想講免一直直放。特別你特別等到 summer 時間先食啊，你袂一年通天食。差唔多early 5月就生咯，生個大象咯，生18步龍咯。你我開始整嘅嗬，你明顯你無索環照嘅，因為咧你成都裏邊真係濟了。哦。你summer 你直班你拉少幾年呢？你我去等人店買一刀呢，就打我一年咯。我呢等人，我上我定一刀有刀時，我是做等人店嗬，我後尾一刀啊，我係打行2年半。哦，哇！所以2年才一刀未使啊。我已經冇夠，嚟我用一半咧嗬，可以入變到去。我啱個梅話佢未摘哦。我講我唔知得摘，特別我去菜店啊，我去等人店買呢嘛，แล้ว買一刀就安尼久啊，都未去摘。佢唔是講只貴本啊，是講你就是唔是只貴啦，特別應摘啦。只 pesticide 啊，只 pesticide。哦，所以你家己整到加無。到你無係時勢，你冷照呢？我家己去寫啊，我家己。OK。你家己寫。嗰個物件經濟物件，講到環境經濟物件 before。特別你人誒，即係咱啊，你而家接去內邊啊，除，actually 未死嘅是講 make sure 要 face 會有山，
嚇有海啊，有日頭，有日頭，嚟我做咩多 plant 啊？嗱，先夾接嚟啊，未死嘛，伊無成花，伊無成你伊小雜哦。啊，小雜，我哋邊小雜？你識講我就會搬開咧，所以伊未雜，伊長，伊小雜咧，伊劇掉啊，伊我見你我冇搬開啊，我係到對冇啊，我係搬做咩多？冇啊，北歸到你，伊冇講只雜。啊，你係我個日到對出去哦，你係當見你生了，你做咩多？哦，我係做咩多？如果日日做咩多，肯去搬啲話聲嘅事嚟死啊！冇搬啊，搬平腰，搬河平腰。我定知係四人碰出嚟，我食個了去啊，做咩多？哦，是啊。阿咗，你買河碰出，你注意嚇。你去唔係 corona virus 就係康康冇啦。你去 Petco 啊，對唔對？去 Petco 啊，去夾樣夾膠膜。膠膜啊？夾樣夾啊 ，free 嘅，你好多一打 grooming 嘅嘛，有膠嘅嘛。所以夾膠膜，然後你夾 pantyhose 夾攞嚟發嘢啦嗬。係啊 pantyhose 拔起來膠膜接住你，然後咧 after that 咧你係 plastic 打坑，拔坑嗬，然後做成個嚟波嚇啦，然後係就你 fence 一嚟 in between，後頂咪就水咯。即奇怪嘅，一包喺度。呀，成人高做公頭呢，人看到什麼嗎？即奇怪，特別個個買嚟。哦。特別你講你係到啲禮包呀？哦，膠嘅膠。你嗰時一啊，你嗰時 wood 嘅就是wood 柴。wood 你食啦，食 in between 咯。哦。特別 wood 要切啦嘛。特別我係知我係迄個是無當我禮包嘅喎，我係 tomato。我係 protect 你佢禮包嘛。但是咁我咪做 tomato 呢？你我係使 hang around 嘛 tomato 係啥？真係膽子烘脆子咪係冇咯，收住咯。特別我係使整啊，我係使掉到啲迄個掉到啲我係整嘅，成個 ornament 呢 ，Christmas ornament。可能太少一別哦，所以你就比較濟啦。特別我有聽人講嘅係咪加有啲嘅酒啊，什麼日本有冇見啊？嚟俾嘛。哎呀，生。特別我當然是會去買 cage 啊，什麼 physical barrier，樣就係 annoying 嘅，就食個料嘅，我個借呢，出個借啊，就食個料啊，但整 every single one 食個料去。哇！我朋友是特登是成 Asian pair，你講袂夠 harvest 呢，伊咧嗰食個夠食個料，伊冇通 harvest 你冇。喏，樣就衰啊！三步個料樣轉。伊係伊叫你等個料 parameter 咯，就貴咯冇來嘅。你翻我啦，你搭 Petco 拖。特別我唔知會，我唔知會做借啦，我會做借。你咪係度借？一杯一包差唔多成個差唔一包成個你攞嚟 baseball 嘅安尼大包。哦，不過就大啲啦，攞嚟 baseball 先啦。Jangan jauh main. 攞嚟 baseball ya阿仔嘅使去辦看。阿仔嘅使啊，看下嘢驚。使啊，講你啊 fans。冇嘢冇。我有仔，我阿仔冇，阿仔只字冇，特別是 collect 咯，你 collect 咯，我使 try 咯。冇，你使去 Petco 用好多 free 嘅，用 grooming 嘅，但是驚講 corona virus 嘅。係啦。OK， 感謝各位就想聽這個禮拜講個一邊成啊，我人嘅經濟食細啊，講到去唔知做咩事，變做講膠膜嚇，了膠膜同埋多啲。多嘅數。OK， 講個一邊成啊，這禮拜我特別嘉賓呢就是老椒英國中半鹹甜，未使講四百九加蘑菇，感謝下禮拜再見，了個到底邊啲福建嘅。
唔是邊咧學見到啲迄個 YouTube 嘅人咧，邊頂一禮拜就是無看 episode 就邊但咧邊正就邊嘅意看，但係就喺度睇 subscribe 嘅時就是講啦，但係就正咧，那我有現場要錄音，唔是對同事都講，OK，拜。